指引哈，我們也不用煮太久。來自全台各地田媽媽品牌業者齊聚新化大坑農場體驗食農教育，除了解食材從田間到餐桌的過程，也讓他們親自動手料理。這是農業部農發水保署的年度盛事田媽媽期末聯繫匯報。承辦單位新化大坑農場特別規劃豐富的農遊行程，讓全國的田媽媽們認識台南山區的飲食文化。今天我們特別準備了這個大坑尾的飯蛋文化宴，是為這個全台灣的田媽媽，北中南東都一起來到我們的大坑農場。然後呢，我們特別為他們準備了這個非常接地氣、非常道地的一個永續的農遊行程。它當中也包含了我們去竹筍園採的這個食農教育的課程，親手採，然後認識我們大坑尾的主要的經濟作物麻竹筍。那我們呢，也帶他們呢，不止從產地到餐桌，我們還進到廚房哦，學習我們在地的特色料理竹筍粥。那竹筍粥呢，就我們直接在我們的農村廚房裡面，然後去做學習，然後特別我們今天還加碼了一個特別的，屬於台南當地的台南女人才會吃的坐月子的，叫做黑糖煎碰餅。哇，剛剛很多田媽媽她們體驗過，覺得非常的有趣。謝謝哦，歡迎你們來哦。這次活動特別將台南新化山區傳承100年以上的市地民俗本達文化作為主題，推出新化大坑尾本達文化宴，熱情款待全國各地的田媽媽。那今天的主題就是飯蛋的文化，主要就是凸顯我們大坑尾、大坑村莊這個飯蛋的這個節慶的一個美食，這樣子。那所有的遊程都由飯蛋的文化下去做發想。承辦活動的大坑農場，希望向全台農業夥伴傳遞對土地持續耕耘與對文化的傳承自信，也期待更多人能夠聽見這句來自淺山的邀請。歡迎大家小酒來大坑，做伙吃飯蛋。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。